高雄一间高职，有3个老师去互人检举，讲去啉酒是啉薰味的，佮甲陪酒的小姐有亲密的互动。受到检举的高雄教师工会讲，做老师的无应该有这种的行为。东港活动的主办人是来解说讲，当时是一场动机车的活动，地点伫海山餐厅，毋是酒店。迄几个是推销酒的小姐。 有较热情，但是并无乌白来。学校是讲，目前当咧调查处理。照那个照片非常的一个不堪入目了哈。开记者会约了3位查甫老师，指控因的行为无检点。这3位老师，那这样脱光光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场所，然后还饮酒作乐。 我觉得这真的是败坏我们的教育的风气哈。当时也放出检举人提供的相片，3位老师通白体和穿比基尼的几个小姐亲密翕相，甚至佮予小姐烫长裤。接到检举的高雄市教师工会美讲，这不应该是做人老师应该有的行为。如果说所有老师都是做这样子一个有违师道，然后有碍沾光，然后让大家对教师的社会观感不好的时候，那请问一下。 我们如何能够放心把孩子放在校园里面来？这3位老师是伫高雄三明区这间旧一个架册，针对老师去互压了行为不妥当，学校免怎处理？一定会严格的要求教师，要遵守这些廉政伦理的规范，不得涉足不当的这个场所。那如果有参叙宴饮，也应该遵守伦理的分际，廉洁致辞。 那这部分学校会继续来做努力。东港活动的主办人苏欧也说明，讲当时是一场动机车联机，地点伫海山餐厅的包厢，唔是伫酒店。因为那个酒宿小姐的话，她要推销她的啤酒嘛，那期间之间，大家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是穿比基尼来促销嘛，那他们老师都很腼腆，没看过这样的酒宿小姐啊，那酒宿小姐就很大方的去跟他们去互动跟玩嘛。 主办人解释讲，当时是大家耍了上欢喜，而且唔是教学活动，算是私人的聚会。施工活动嘛算是伫公众场合，3位老师安尼行为，敢算是无守规矩，民众自有判断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